係家俊 Jason 今日同大家介紹下拱北關口中安廣場。由呢個位置過去拱北關口大概係10分鐘，同樣可以去到港珠口岸啊。Jason 而家咧所處係我哋公司嘅一個辦公點啊，攝影師俾個鏡頭啊，呢度係我哋嘅辦公區域嚇，咁啊仲未坐滿，而家目前咧係70幾個工位，呢度係設置咗128個工位嘅，留咗200幾個平方咧做裝修展廳嘅。咁後邊咧，我哋入股咗就係前山一間28年嘅老品牌嘅裝修公司。咁呢個位置咧就暫時就冇佈置裝修展廳啦。咁我哋目前咧就房地產所有嘅上下游一條龍嘅業務咧，全部都已經係承接晒嘅。Jason 咧今日主要係同大家介紹下中安廣場，因為咧就其實我呢段時間咧一直都有收到港澳以及海外嘅朋友，咁佢哋話，因為而家咧就嗰個資金始終咧雖然係大環境唔係太好，但係咧都想揾啲投資性嘅產品。嗱，當然啦，國內而家嘅房地產咧喺呢一個嘅下滑或者係呢一個嘅止跌回穩嘅狀態當中咧，大家可能對房地產嘅投資咧信心唔係好大嘅，咁啊只不過係僅供你哋參考。你覺得當然亦都係有值得入手嘅產品嘅，睇時間、睇時機同埋睇呢一個節點嘅。咁我今日同你哋介紹呢一個咧中安廣場，因為佢目前咧剩低係幾十套大租約嘅公寓，咁啊平均回報率咧去到5.5到6厘，因為係發展商自己嘅託管返租。嗱，我呢個位置俾個鏡頭咧，落到去拱北關口係10分鐘嘅。呢一帶咧就係下灣啦。咁我哋所處呢個位置咧，其實成個街區或者係幾棟商業體咧都好成熟嘅。過翻嚟呢一邊嚇，我哋嘅辦公室可以睇到，我哋位置13樓，呢度就望晒成條前山河、白石橋。咁啊對面咧就係南灣片區啦、紅樹灣啦、綠景啦、華發世紀城等等。呢個位置咧全部都可以睇到噶啦。過翻去咧就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呢一棟產品。由呢度咧仲可以睇到拱北嘅呢一個5座。我哋見到有少少帆船造型嘅係人行集團嘅人行濱海中心啊，亦都係目前成個珠海最貴嘅一個海景豪宅，大概去到10萬蚊一個平方。仲睇到彭帥珠澳灣啦、國際中心啦等等嚇，所以呢一邊咧望晒成個拱北同埋下灣片區嘅。大家嗰個朋友都知啦，可能好多過嚟生活啦、飲食咧，大部分都集中咗喺下灣。咁啊特別下灣嘅夜市咧好出名嘅，咁啊幾條街啦，甚至年輕人咧過嚟飲酒、Encore 或者係按摩揼骨、益健、中泉等等嘅一啲嘅水療中心咧，都係遍佈晒喺拱北下灣呢個片區嘅啦。我諗大家可能都會熟悉呢個片區，而且5分鐘嘅車程咧，你就可以去到環宇城啦、南屏華發商都啦、北山大演啦、九州道、富華里等等嘅幾大嘅大型商圈啦，亦都係港澳朋友翻嚟咧，目前最中意去嘅幾個商業體啦。咁我哋而家所在呢一個中安廣場咧，亦都係喺拱北嘅其中嘅地域當中嚇。我哋呢度一路過去，一共係有3個商業區。最左手邊嘅係深義富通，亦都係最早形成一個入住率嘅一個商圈啦。而家亦都已經係好成熟噶啦。樓下有自己成熟嘅棋牌室啦、商業啦、酒店啦。到翻中間咧就係新蘇豪啦。目前咧佢成個片區咧亦都係好受年輕人歡迎嘅，因為佢有一條嘅香港街區啦，風生水起嘅酒樓啦，甚至就幾間嘅呢個夜市酒吧啦。飲食亦都係最集中喺新蘇豪呢個地方嘅，甚至係星巴克啦、重慶火鍋啦，或者係一啲嘅本地嘅知名嘅一啲茶餐廳，都係進駐晒喺新蘇豪嘅啦。到翻我哋所處嘅呢一個嘅中安廣場咧，我哋點解當初會選址呢個地方咧？第一個嚟拱北比較方便，無論我哋去拱北關口或者係港珠口岸接我哋嘅港澳朋友咧，都係比較便利嘅，10分鐘嘅時間啫。由呢度所以即係俾10零分鐘時間，我哋就可以去到關口接送你啦。成個片區咧就由3棟組成嘅，分為 A、B、C， 一共咧建築面積咧係16萬平方，大概係170萬尺啦。咁每一棟咧大概都係26層。
我哋而家先介紹下呢一棟嘅 A 棟。A 棟咧係5A 甲級嘅寫字樓，咁啊基本咧係全部係賣晒，大概係剩低幾十套。老闆自己喺度攞嚟收租，咁啊亦都係冇對外去發售。咁如果有啱嘅，佢亦都可以帶租約出售嘅。咁而家嗰個售價咧大概係15000到18000之間，視乎樓層要視乎樓層同埋景觀位。咁好似我哋即係就呢一種超8樓以上，仲可以望到河景嘅，你預佢16000幾、17000幾，甚至係往西側嘅高峰時期呢度，我哋其他嘅業主買翻嚟係29000蚊咁冇得講啦，嗰個樓市嘅變化啦，咁高層少少望個景靚啲嘅，價錢可能仲會上升少少。咁而家佢嘅出租咧1年前咧大概係90蚊，咁而家咧就大概係70零蚊到90蚊之間，因為景觀差別好大。我哋呢一側咧係朝東嘅，隔離嗰側咧係朝西，望晒全山河嘅。有部分嘅業主咧仍然係租到100到120之間，係1個平方因為畢竟佢嘅景觀咧，你其他地方係買唔到嘅。甚至我哋嘅2個單邊位，即係呢一側嘅270度單邊位，同埋我哋辦公室區以及我辦公室都係望晒成個前山河環以城嘅。咁佢嘅租價比咧就稍微會高少少啦。呢一樣咧就我比較真實分享嘅就係我哋成日翻嚟咧都好難揾停車位嘅。當然咧佢有接近900個停車位，其實係充足嘅而且未計地面以及係周邊。但係咧呢一棟商業體咧喺拱北嚟講咧，佢嘅入住率咧算係唔錯嘅雖然樓下嘅商場咧人流並唔係太大，因為去晒另外啱先 Jason 介紹嘅幾個大型商圈，但係咧佢嘅寫字樓辦公咧的確係比較集中同埋係比較齊全嘅。咁管理費係20蚊一個平18蚊一個平方。到翻嚟咧就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 B 棟，咁轉頭再詳細少少先介紹。先講下 C 棟。C 棟係萬豪酒店旗下嘅萬豐集團，係由發展商自己自持嘅。咁佢已經係開業咗大概係5年嘅時間，由2021年咧就已經係正式開業㗎啦。咁就算係萬豪集團旗下嘅會員咧，喺呢個位置咧亦都可以享受佢嘅一個配套以及係佢嘅優惠折扣嘅。咁Jason 咧就通過攜程呢個網站實時咗今日嘅一個房價，攜程旅行萬豪萬豐佢係萬豪旗下嘅。按照今日26嘅一個酒店客房548、508、578仲有600幾、700幾。咁你河景單位咧稍為高層少少嘅咧要去到700幾蚊啦。所以喺拱北嚟講咧，佢都算係高端同埋豪華少少嘅一個酒店啦。有時候我哋嘅港澳朋友或者係海外客戶咧，我哋公司咧都係安排佢住呢度，咁咪比較方便啦，同我哋溝通過嚟我哋公司，甚至咧就通過我哋嘅 APP 或者係我哋嘅投影，了解下成個珠海、成個片區嘅一個發展咁咧呢個位置咧就仲有一個6樓3000平方嘅空中花園，1至4樓咧係3.3萬嘅商業。而家咧就好多嘅餐飲啦、彭泰超市啦、華為啦、大疆無人機啦或者係霸王茶姬啦、喜茶啦、星巴克啦，都全部係進駐咗喺我哋呢個商圈嘅啦。麥當勞肯德基都喺樓下噶啦。另外咧就仲有好幾間嘅，無論係熱式啦、川菜啦，或者係火鍋，都喺呢度樓下。基本落樓咧就生活配套一應俱全嘅啦。今日咧就主要就係介紹對面嘅呢一個 B 棟。B 棟咧係由26層6梯26戶，而家賣緊嘅係3樓到26樓，咁一共係549戶594，唔好意思咁咧就剩低大概係60戶左右，而且咧大部分咧都係帶租約出售嘅，因為發展商已經全部係租晒出去啦。呢一棟咧佢係 SOHO， 咁如果過往長租咧係可以去到5000幾蚊，以60平方嘅2房或者開放式嘅單身公寓咧，以前係租5000幾到6000蚊嘅。就算而家嘅價錢回落咗，咁我哋喺貝殼網站攞到個數據，目前咧62平方咧大概都係去到4500蚊，稍微大少少嘅75平方6000、7000
咁啊，平均咧，你長租咧，你預佢4500蚊啦，總價大概係90萬左右一間。如果以呢一個4500蚊嘅出租回報率嚟計嘅話咧，咁啊可以攞到5.5到5.8厘之間嘅一個收益利率啦。咁呢一個託管咧係由發展商直接返租俾你嘅。假如你層樓90萬，咁你每個月咧可以攞到4800蚊，係高於我哋長租嘅呢一個回報率。頭一次簽3年，3年後按照市場價而再定。咁假如你層樓係90萬，你可以一次性減咗呢一個嘅收租回報。咁你直接就呢3年你唔攞回報啦，呢3年就俾發展商啦，或者你可以分季度。咁其實等同於咧就有5.5厘嘅一個回報收租啦。而且咧佢個託管係直接交俾發展商嘅，唔會話有第三方嘅一個。大家可能都睇到啦，好多第三方咧交咗幾萬蚊嘅驗裝費用、乜嘢費用俾佢之後咧，你俾埋免租期佢，過咗免租期佢就唔返租俾你，佢就冇託管啦。但係呢度咧直接由發展商託管嘅，所以點解 Jason 咧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下中安廣場嘅呢一個嘅公寓式嘅產品，就係呢個原因啦。咁喺呢一個回報當中超過5厘咧，亦都算係一個較高嘅回報率啦。當然啦仲有好高嘅，有8個點啦、12個點啦，甚至15個點嘅。咁呢個大家就真係要認真分析，能唔能夠攞得到，甚至就係佢有冇真係呢一個真實嘅回報去支撐。因為中安呢個位置，畢竟呢，我哋幾棟嘅寫字樓入住率夠高，周邊呢個居民區係有人氣、有生活，咁樣佢嘅酒店託管先能夠營運落去，先能夠保證到你喺呢一幾年呢都可以攞到佢嘅穩定收益，甚至幾年後唔好話提我哋嘅房產升值與否。喺咁樣嘅大環境之下，首先我哋要 pass 咗第一部分，90萬買翻嚟，唔好諗住升到190萬，甚至120萬。就算唔升唔跌，我可以平均每個季度每個月攞翻佢5.5厘嘅回報，高於而家我哋目前市面嘅一啲投資產品，銀行嘅長期嘅固定存款1.9、1.8、2.2，呢個利率5.5厘，唔知大家覺得點樣？而家 Jason 咧落去帶大家睇下商場以及係示範單位。Jason 咧落到嚟樓下，俾大家睇睇咧，呢個係 A 棟嘅寫字樓樓下商業嚇。由呢度入去咧，左手邊係霸王茶几，我就帶你哋行行佢嘅商業啦。因為今日係星期三，而家亦都係2點半嘅時間啦，所以人流咧比較少啲嘅。由呢度上去2樓咧係彭泰超市，過翻嚟咧1樓係一個大型嘅服裝城咧，裝修得幾新淨嘅，亦都有出名少少嘅口腔牙醫啊。呢度嘅牙醫咧，我發覺係好多嘅港澳朋友翻嚟整牙嘅，因為咧佢而家有啲好平嘅洗牙套餐啊。咁聽講香港洗牙可能都要幾百蚊，甚至係成千蚊嘅，但係呢度咧佢係有特價套餐咧。個時間咧亦都係可以同你洗足40到50分鐘，清理得比較到位嘅。我哋到翻呢一個區域咧就裝修好新淨，基本都係時裝區域。外街咧兩側咧就係商鋪嘅，以飲食為主，可能會多少少。過翻嚟呢一側，我哋由呢度入去睇下。咁我平時咧就中意落嚟呢度飲杯咖啡啦。酷迪，還有瑞幸、星巴克就喺隔離嘅新蘇豪。呢一側去，因為係如果到咗5、6日咧，就會多翻好多港澳朋友過嚟呢度，特別係食嘢會比較多啲。我哋呢度咧有幾間嘅店啦，小型大盛啦、咬金啦，仲有嗰邊嗰個綠粟雞煲咧，我發覺係好多港澳朋友過嚟嘅。左手邊呢間係麵店啦，右手邊咧呢度係一間西餐嚇，食牛扒嘅。咁通過呢條消防門咧，出翻去另外嘅北門啦。由呢個位置，我哋過嚟去睇睇，因為咧中安周邊咧好多都係居民區嘅，所以咧佢嘅人氣會較為會旺少少。呢度係小型大盛，再行翻出嚟咧，呢棟就係萬豪旗下，小心車嚇，萬豪旗下嘅萬豐酒店啦。就算你揸電車翻嚟咧，都唔使擔心嚇。講我嘅朋友，呢一個位置咧，佢係有足夠嘅快充嘅充電樁俾你嘅。
咁我哋平時咧亦都會見到好多港澳人咧，揸 Tesla 啦，或者係揸台電車翻嚟咧。嗱，而家我哋每一個商場、每一個商圈咧，都有自己嘅充電樁噶啦。咁啊，其實好方便嘅。一路過去新蘇豪，咁你就算係中安，你覺得呢度嘅嘢我食過啦，我試過啦。咁啊，但係仲有隔離有新蘇豪啦，有心意富通啦，就算係酒店以及係超市，都分別有好幾間。小心呢邊，攝影師小心。萬豪酒店，而家萬豪酒店喺度做緊呢一個航空航展啊，可能做緊珠海航展嘅呢一個嘅產品發佈會啦，所以咧提前好多酒店咧都俾人哋 book 爆晒啦。嗱，過翻呢一側，對面就係蘇豪啦。我哋兩個商業體咧，只係一路之隔。火鍋店啦，同埋隔離咧，亦都係有間酒店，呢一間叫匯麗酒店。咁我哋所以嗱，其實包括前方少少咧，呢一個亦都係下灣里嘅一條商業街。當然啦，嗰條商業街咧就最後就冇點樣做起，並唔係太旺嘅。咁門口亦都有個網球場咧，我哋公司自己有同事喺度練網球嘅。OK，呢一棟咧就係 B 棟啦。咁啊，由3樓開始，我哋喺中安對面新蘇豪咧，呢條就係蘇豪嘅外街啊。咁啊，晚黑咧佢就會旺啲。其實有少少佢係參照香港打造嘅。咁啊，包括前方咧擺咗台紅色嘅的士。咁啊好多啦，油尖旺區、九龍城區啊，咁啊佢自己就做咗好多嘅餐飲。今日 Jason 咧就唔帶你哋行啦，咁或者揾一日晚黑咧，我會帶你哋行行，試下佢嘅幾間嘅茶餐廳啦，同埋佢嘅餐飲。嗱，包括前方少少咧，呢度有一間公寓式酒店。其實咧，蘇豪嘅公寓式酒店咧，同我哋中安嘅有少少類似，大家都係開放式酒店，或者係做 lofter。大家可以睇下呢個珠海興樂庭拱北公寓酒店，長租係7888蚊一個月，而對面咧，佢嘅總價90萬，自己個人放租咧，大概可以放到4500蚊嘅嚇。呢度可以放到你預計佢4000零啦，4000零到4500啦。但係發展商咧係同你簽3年嘅反租協議，係由發展商簽嘅，4800蚊，3年後價格再定。咁我哋90萬左左右右咧，呢個價錢咧係含咗呢3年嘅反租協議啦。咁假如你唔係按季度攞，我一次性攞晒都冇問題。Jason 同你爭取呢10幾萬，直接喺90萬度同你斬咗落嚟，咁樣你嘅單價以及總價會更加低啦。因為呢度人氣足夠，咁所以佢可以攞到5.5厘左右嘅一個回報嘅。OK， 而家上去啊，嚟到 B 棟18樓嘅示範單位，6梯26伙，咁啊好多咧都做咗呢一種嘅公寓啊，呢一間叫做迷途啊，迷途精選公寓。咁啊其實咧 Jason 咧喺舊年咧就選呢個中安嘅時期咧，我亦都係計劃緊咧做我哋自己嘅託管公司，做我哋嘅反租公司。咁啊亦都有好多港人咧喺珠海同中山咧買咗部分嘅公寓產品，通過第三方嘅託管公司反租咧，最後反租公司收咗你嘅軟裝費用，收幾萬蚊，咁咧攞埋你3到6個月嘅呢一個免租嘅裝修期。一到呢個期限滿咗之後，佢就唔再反租啦，消失咗啦，違約啦。咁啊變得好多嘅業主朋友咧對你一個反租咧再係冇信心啦。咁我哋自己由最初嘅一個簡單嘅新房代理，到而家嘅發展商全案獨家，所有嘅設計方案啦、海報啦、銷售策劃啦，甚至內牆咧，咁我哋旗下嘅成達策劃咧，都係 Jason 公司咧就統一包辦㗎啦。咁啊再加埋今年咧成立嘅品上豪宅裝修設計公司咧 ，Jason 收購咗4個裝修展廳之後咧，咁我哋一條龍嘅上下游咧就更加業務連接啦。咁下一步嘅計劃咧，一定會做多間拓展公司、託管公司，咁啊更加方便我哋嘅業主朋友咧，更加安心將自己嘅物業交由我哋幫佢去託管，收益回報啦。好啦，講翻呢一個單位先，今日咧就而家先睇呢一個嘅複式 lofter 嘅一個設計咧，60個平方，入戶嘅大門係交標嘅，過翻嚟咧就係開放式嘅廚房啦。因為呢個示範單位咧已經有幾年嘅時間㗎啦，咁啊但係咧品質仲係保養得比較好嘅。
咁啊款式可能咧就係稍微係會已經舊款少少啦。畢竟係已經多年啦，發展商由2019年開始賣貨到至今㗎啦。入到嚟嘅咁啊呢個係公寓，所以不能夠用天然氣嘅啊。咁啊呢個係電磁爐嚟啫。咁啊包括我哋切菜區啦、面盤區啦。嗱咁啊其實可以感受到，雖然佢多年啦，但係櫥櫃咧還係 OK 嘅。不過咧呢種唔係大型發展商，佢唔係話好高速去運轉去做第二個項目，所以咧喺品質方面咧自己係把控得比較好嘅。我比較滿意嘅就係呢個洗手間咧，其實佢成個空間好舒適嘅，大鏡面啦、洗手盤啦、淋浴區啦、馬桶區啦，佢嘅區域係好足夠嘅。畢竟咧住呢種戶型，就算係買嚟居住啦，甚至係投資放租啦，一係就做酒店放租，我覺得係回報係最高嘅。另外一種咧就係長租俾部分嘅朋友啦。你冇話而家好多港澳朋友先過嚟珠海試租嘅，喺我哋珠海嘅十字門片區啦、環意天下啦、雙穗長龍灣啦，甚至而家灣晒1號咧都有朋友放租。十字門嘅租金租達咧租比咧去到3房11000蚊啊！大家亦都可以通過網站去了解下，喺十字門嘅環意天下嘅129平方嘅4房租緊1001萬幾蚊啊！Jason 亦都有客戶喺度租緊，當然啦，望個景係好靚嘅。咁啊，我哋過嚟可以睇到呢個位置擺小型嘅餐台，入邊咧樓梯間咧就做啲雜物櫃啦。咁啊過翻嚟呢一個空間咧擺張小梳化。嗱，過嚟呢度咧就係我哋嘅，你可以講係客房又得。咁你如果係想更加高嘅私隱性咧，呢個位置咧可以間牆或者間玻璃，自己做間房，咁啊變成咧就客廳與房間啦。但係如果你話自己一個女仔、一個男仔，甚至一對情侶新婚嘅一對夫妻，其實開放式更加舒服，夠晒大嘅開間，你感受下個開間。其實攝影師麻煩你去到最後啊，唔該你。成個開間進深其實係好舒適嘅，仲有大嘅玻璃面、透風嘅兩扇玻璃窗，3.7米嘅層高。咁你如果做 lofter 就按照呢種設計，唔做 lofter 嘅，轉頭 Jason 帶你哋參觀呢一種平層嘅開放式。咁啊呢個位置放台電視啊，其實由呢度玻璃面望翻出去，對面咧就係我哋嘅3棟嘅商業體啦。中間呢棟係新蘇豪啦，對面咧就係心意富通。咁啊樓下咧我哋再睇埋啦，樓下有條香港街嚇。每到禮拜6日咧，其實咧都好多港澳朋友翻嚟呢度咧，茶餐廳啦、小酒館啦、小酒吧啦喺度食嘢飲嘢，咁其實係比較舒適嘅。其實你話攞嚟放租回報，因為呢種產品咧畢竟係啱啱步入社會嘅年輕人喺周邊翻工會比較方便啊，佢哋會選擇呢種產品啦。上翻嚟2樓 ，Jason 嘅身高就1.68米啫，唔怕頂頭啊，咁啊稍微高少少嘅朋友咧就唔得啦。呢個位置咧就做自己嘅休息嘅空間啦。咁啊當然啦，啱先提到啦，呢種產品咧都係啲啱啱步入社會嘅年輕人啦。咁慢慢打拼，慢慢努力儲到錢，咪慢慢開始改善啦。無論係租啲大間啲又好，再經濟條件允許，自己買一間又好，都係咁樣一步一步過嚟嘅啦。呢個複式咧就睇到呢度。而家我哋睇平層，嚟到25樓嘅示範單位。咁咧我哋啱先睇嘅示範單位咧係朝東嘅，呢一個咧係朝西南嘅。當然啦，呢個景觀咧就會更加靚啦。同樣係60個平方，呢個大概可能係輕輕都係細少少，1到2個平方啫。基本咧戶型格局係一模一樣嘅。入到嚟咧都係開放式嘅廚房啦、櫥櫃啦，右手邊咧係洗手間。咁咧呢個示範單位咧就冇通電嘅，但係咧我哋感受嘅自然嘅採光咧都係好精神嘅啦。再過翻嚟啦，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就做咗1房1廳嘅設計。呢個咧就係客廳嘅設計啦。客廳大概都有17、8平方喎，夠晒四方方正正，因為層高夠高。3.7米嘅層高，所以咧你擺設起身咧係比較好用嘅。我同樣係覺得佢嘅開間4米幾嘅大開間咧係好舒服嘅，夠晒長型咧。呢個就做咗個有客房嘅設計。咁我可能為咗係隱私度啦，因為有時候你知咧，我哋男生啦，特別到咗有足球嘅時期，可能自己凌晨3點4點仲喺度飲啤酒睇足球，而你嘅太太咧要眼瞓啦，咁自己咧就有少少隱私私密性。咁就可以喺入邊嘅房間度瞓覺啦。咁呢個就做咗個客房嘅設計。我哋即係就展示咗一個複式嘅設計，同埋一個大客房嘅設計。甚至其實你可以聯想到咧，你唔要客房唔裝呢扇玻璃窗咧，
咁就一個超大嘅開放式嘅設計啦。入翻嚟睇下客房，客房可以擺呢張係1.8米嘅雙人床啦。咁啊同樣可以放2個床頭櫃嘅，能夠做到3邊落床位。呢一側咧就係做衣櫃啦、化妝台啦，再加埋大嘅玻璃窗，過嚟感受下冇開燈嘅情況下，睇下呢個景觀，好舒服，光線真係完全足夠。對面咧就係我哋嘅 A 棟寫字樓。嗱，我哋睇到蜘蛛人咧喺度洗玻璃啊，所以物業其實係比較到位嘅，見到嗎？咁啊 Jason 亦都喺度辦公啦，咁啊所以我哋好清楚呢度嘅物業咧，望晒成個全山河景，珠海嘅網紅橋、白石橋、落邊昌盛大橋，咁啊對面就係中信紅樹灣啦、世紀城啦，右手邊咧就係環耳城啦。我間辦公室就望晒成個環耳城嘅景觀嘅，咁啊景咧其實喺12、13樓咧就已經係冇任何遮擋啦，10樓就 OK 嘅啦，因為我哋嘅寫字樓咧都喺13樓啫。咁其實你嘅景觀咧，如果你揀呢個單位咧，即係自己住或者用嘅情況下咧，稍微會更加保值。咁啊，但係你話如果講求性價比高嘅，其實買朝東嘅都靚啊，因為畢竟係投資啊嘛。咁啊總價90零萬啦，90左右有啦。假如咧你一次性攞翻嚿反租咧，減翻個10幾萬咧，你70幾萬你就可以攞到㗎啦。喺拱北關口喎，呢度係拱北喎，唔係話中山啊、斗門啊。咁所以即係你哋可以參考下。咁啊並且咧樓下咧，咁啊 Jason 亦都會接二連三咧會出更多條影片俾你哋睇下樓下嘅一個配套商業。我會揀一日禮拜日，咁我哋拍下周邊嘅一個餐飲，俾大家參考下呢度嘅數據到底係如何。因為咧到時至今日咧，仲係有部分嘅朋友咧手入邊咧係有閒錢，咁啊唔想話擺喺股票或者其他地方，對物業咧仍然係持有信心，或者係一個抄底嘅時間。因為高峰嘅時期呢度曾經係賣到160萬呢種公寓啊，因為畢竟呢度係拱北，今時今日咧減去反租咧70幾萬到80萬。OK， 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咧，咁咪可以 WhatsApp Jason 咁咪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Jason，評論區支持下，訂閱我，點個讚啦，下期再見，拜拜。